自從94年以嚟，乳癌都係本港女性嘅頭號癌症。患病嘅基層婦女，由檢查去到做治療，都要睇住荷包做人。我揀都唔使錢嘅咯，驚冇錢啊嘛，使又冇錢噶嘛，個效果一樣，咁辛苦啲咪有個辛苦啲咯，橫掂都係辛苦啦。暫時冇證據顯示乳癌係遺傳㗎，但好唔好彩，中產人士 Lisa 屋企就有3個人患上乳癌。屋企人都係曾經有2個人都有乳癌嘅，咁所以嗰刻咧就會覺得終於都輪到自己啦咁樣。睇住媽咪因為乳癌去世，對於政府建議推出自願醫保計劃，長期病患者要等1年先至可以攞到部分嘅賠償，佢都唔抱太大嘅期望。1年之後咧，我已經唔再存在喺呢個世界咁樣。咁我就算我係即係買咗呢個保險，對我嚟講已經冇呢個幫助。邊一個長期病患者可以肯定自己喺嗰1年嘅等候期裏邊冇病呢？或者唔會過身啊？歡迎收睇時事追擊。醫管局估計每20個女性當中就有1位可能患上乳癌，咁發病呢仲有年輕化嘅趨勢添。任何一種癌症嘅治療都牽涉龐大嘅費用㗎。咁究竟政府建議推行嘅自願醫療保險計劃，對唔同階層嘅長期病患者幫助會有幾大呢？以往同3個仔女同埋丈夫喺內地生活嘅李女士，20幾年前帶住細女嚟到香港，為咗賺錢，佢一日返2份工，喺酒樓做賣點心同埋傳菜，工作12個鐘。拎啲翻去俾大陸啲仔女讀書啦，咁呢度開始呢個有個女讀書，有我阿公啊咁樣咯，做傳菜你成日綁住呢隻行啊嘛，咁啊好辛苦，咁啊好攰，咁啊翻嚟都休息啦。佢會成日加班，由最初每個月賺3000幾蚊，捱到每個月有9000蚊。不過咁勞碌嘅工作影響咗佢嘅健康。喺96年，佢發現身體出現咗問題。咁我沖涼嗰時咧，即係落鹼啊嘛，咪搓下啲硬硬地嘅咁我就走去睇私家診所啦。私家診所個醫生同我鑑下咧，佢話不如去細心啲檢查下啦，去照下啦咁。佢話你想快咧，就去法國醫院，大概係1000蚊到啦咁。為咗慳錢，佢冇去到私家醫院檢查，而係到公立醫院排期3個月。我哋揾錢咪好少噶嘛，佢幾千蚊香港邊度有一個家庭咁入租屋咧，以前租屋好貴噶嘛。李女士最後被診斷患上乳癌，佢做咗乳房嘅切除手術。之後喺05同埋07年復發，要接受電療同埋化療。佢話醫生當時指有新同舊2種嘅化療，治療效果一樣，不過一種係收錢，另一種就係免費。我揀都唔使錢嘅咯，點解當其時會揀係唔使錢？驚冇錢啊嘛，使又冇錢噶嘛。個效果一樣，咁啊辛苦啲咪有個辛苦啲咯，橫掂都係辛苦啦。痛到食又唔想食啦，瞓又瞓唔到啦，隻手又唔知揸喺邊度嘅，佢壓住神經線啊嘛。喺舊年，佢嘅乳癌第3次復發，需要打標靶針去控制病情，14支針一共用咗10幾萬。呢啲嘅醫療費用一直都係靠佢嘅積蓄同埋細女嘅收入去俾。依家佢食緊口服標靶藥，1個月嘅藥費係17000幾蚊，已經食咗10個月。好彩，佢用嘅藥咁啱係乳癌基金會有資助㗎，通過咗入息審查之後，佢獲資助1半嘅藥費，先至可以渡過難關。長期食都係好擔心啦，仔女俾你飯食，讓你咁咪易啫，讓你食飯易啦嗬，食飯食得幾多錢啦？你食藥即係
而家一半咧都成9000蚊㗎嘛，我冇收入9000蚊都長期㗎，唔係1個月半個月啊嘛。相比起患病之前，李女士依家多做咗運動，希望可以練好啲個身體。乳癌基金會喺過去2年訪問咗2300幾位乳癌嘅病患者，發現超過70%人缺乏運動呢一個常見嘅高危因素。運動嘅人士咧，佢身體嗰個荷爾蒙嗰個環境咧係會改變，咁所以因此可能令到啲細胞係比較能夠防變嘅能力高咗，咁所以係會減低癌症嘅出現啦。咁另外咧，運動可以減低肥胖啦。咁我哋知道肥胖嘅細胞咧係會將身體嘅雌激素流傳嘅時間長咗。咁如果當呢個係會減少嘅話咧，咁即係話對於預防細胞嘅刺激力會少咗嘅咧。調查亦都發現，病患者定期檢查嘅意識低，自我檢查嘅只有1/6，由醫生檢查嘅就有2/6。至於檢查費用要成1000蚊嘅乳房 X 光造影檢查，就只有唔夠1/2嘅病患者會定期做。睇返有政府資助檢查嘅國家，好似係美國有60%。而英國就有70%嘅病患者會定期做呢個嘅檢查。乳癌基金會喺過去1年資助2200名低收入女士做檢查。張淑儀話：及早發現癌病對日後治療有好大嘅幫助。如果發病期數係遲嘅話咧，佢嗰個治療方案亦都會複雜化好多。咁可以講話，你醫一個第1期嘅癌症，可能嗰個價錢咧，比起一個第3期咧，係可能1/2甚至1/3嘅啫。胳肋底嗰度咧就係見到有2粒嘢，咁呢個都係普查影發現嘅，會係覺得即係好唔開心嘅，係好傷心啦。咁但係咧就因為屋企人都係曾經有2個人都有乳癌嘅，咁所以嗰刻咧就會覺得啊，終於都輪到自己啦咁樣，咁就但係都係需要面對啦。媽咪同埋家姐先後患上乳癌，加上自己從事醫護行業，Lisa 一向都特別注意健康，但係都逃唔過患上乳癌嘅命運。佢最初用咗10幾萬去到私家醫院做手術，但係左計右計之後，佢決定去返公立醫院繼續醫病。咁如果我會喺私家醫院做手術呢，我會牽涉係40-50萬嘅。咁然後呢，就化療嘅針呢係30-40萬。咁即係話咧，如果我做晒成個嘅過程咧，大概100萬到，你唔知道自己幾時會有機會再翻發，同埋喺呢段日子裏邊咧，我會做好多嘅檢查，咁所以咧就係牽涉咧嗰個即係數目咧，你係唔可以預計到，咁所以咧我就係好快脆咧，就係決定咗咧，就係去政府醫院度嘅。佢喺公立醫院先後做咗乳房切除手術同埋化療。以往媽咪同埋家姐接受治療嘅體驗，佢依家身同感受。因為咧就我有經歷嘅就係心跳啦，有全身水腫啦，周身嘅骨痛啦，我嘅手指甲咧係會鬆啦，係會好似發炎啦。我嘅即係成個人係冇精神啦，冇胃口啦，係有肚屙啦，咁有好多嘅跡象咧，都係令到我即係我知道咧，係全個身體所有嘅機能咧，都係喺度破壞緊嘅。Lisa 喺公立醫院接受治療，亦都深深感受到醫護人員喺沉重嘅工作量之下，根本係冇時間同病人溝通。咁如果係有醫護人員會同你講下，而家你打呢一針係會有啲咩唔舒服啊？如果有啲乜嘢，你隨時出聲啊咁樣。咁我諗個病人會舒服啲。事實上，乳癌基金會嘅調查都發現，用公營醫療服務嘅乳癌病患者當中，有1成8係晚期嘅乳癌個案。而
而用私營醫療服務嘅患者只有1/3係晚期個案，反映公營醫療系統承受嘅壓力都比較大。因為嗰個私營嘅醫院裏邊咧，咁佢好多時係做咗頭一步，包括係診斷啊、初期嘅檢查啊，或者做完手術咧。咁但係咧去到跟進嘅治療，甚至係覆診咧，有時啲病人都會選擇去咗公營系統。呢個病為 Lisa 帶嚟龐大嘅財政壓力。呢一年佢用咗超過46萬嚟醫病。政府喺上個月推出醫療改革第2輪諮詢，呢個方案對 Lisa 呢類長期病患者有冇幫助呢？其他階層嘅人士又有啲乜嘢嘅睇法？我哋下一節返嚟再睇。趙家賢係東區區議員，佢話不時都會幫居民處理保險索償嘅問題。喺大學時期，佢買咗份醫療保險，不過嗰次經驗影響佢日後買保險嘅信心。然後就提供咗有個嘅醫療嘅一個優惠嘅一個服務。咁當中我就聽到佢講解嘅時候咧，就講到話其實好多嘅醫療費用咧，入去醫院咧，我哋都會大部分80%至90%咧係保障翻你嘅咁樣嚇。總之咧係你攞翻單據咧，我哋就可以保障到啦。趙家賢話嗰陣時買咗2份保險，其中1份係醫療保，每個月一共供款100幾蚊。佢話供款3年之後先至發現份保險有問題。05年想當年佢所講嘅入去醫院可以有80-90%嘅保障咧，係講公立醫院。公立醫院其實而家入院大概住院費唔係好多，嗰陣都100零蚊咁樣，計埋啲垃圾費咁樣，唔係好多㗎。佢2年前停咗供款之後，已經唔敢再買市場上嘅保險。政府喺上個月就醫療融資展開第2輪嘅公眾諮詢。喺建議嘅自願醫療保障計劃，政府會預留500億，當中一部分係用嚟資助30歲以下參加嘅年輕一代。以依家只有25歲嘅趙家賢為例，每年嘅保費估計係1700幾，7折資助優惠之後，保費會降至1200。保障嘅範圍包括住院治療同埋非住院手術、專科門診同埋檢查、癌症嘅化療或者係放射治療，仲保證終身續保。趙家賢就話諗得過。即政府有信心以外，信心所帶落去嘅另外一方面就係話，我知道係佢穩定嘅索償翻嘅，個機構唔會唔見咗嘅。嗰啲商業機構可以整整下你 claim 錢嗰陣時候就失咗蹤唔見人嘅時候，咁咪即係買咗等於冇買。所以最主要就係話，當政府係推出呢個保險出嚟，佢嗰個嘅點樣去索償嗰個機制，譬如話佢等於而家啲政府部門有啲服務承諾啦。政府指出，只要有30萬人參加，自願醫保就可以持續運作。咁係唔係所有人都適合買自願醫保呢？以陳先生一家3口呢個中產家庭為例，佢每年用喺全家嘅醫療同埋儲蓄保險，保費大約2至3萬蚊。喺自願醫保之下，佢一家1年嘅保費係5500蚊。雖然慳咁多，佢對由政府推動嘅醫保有保留。我俾嘅錢值唔值得喺俾咗依啲 ABCDEFG 嘅嘢咧？定係嗰啲錢即係大部分做咗落行政費，得益嘅係咪我哋市民咧？政府攞咗出嚟嘅錢，用公帑攞咗出嚟嘅錢，最終有幾多係受惠咗驗所公司？有保險界人士建議，公眾決定係唔係參加自願醫保，要先了解自己依家有嘅保單。醫療保險咧，基本上分開3大類嘅，一個咧係有儲蓄成分，另一個係現金收入，最後一個先係住院嘅保障。佢應該睇一睇佢究竟係邊一類型。如果係住院保障嘅話，佢如果已經保咗好多年，我勸佢哋唔好轉過去啦。因為佢第一個佢嗰個係講緊係一啲嘅可能係啲高危疾嘅保險保單嚟嘅。
第二個咧，只係嗰個嘅現金收入，就係話佢住院嘅時候咧，係賠償佢每日嘅收入嘅啫。譬如佢買每日500蚊，我哋保險公司賠500蚊，但係就唔保佢個住院噶嘛。咁所以佢應該買翻呢個自願醫保。自願醫保強調人人受保，終身受保。投保之前已經有病嘅人同埋高危人士都會承保。舊年先至發現患上乳癌嘅 Lisa 喺過去1年用咗46萬喺手術同埋化療等等嘅治療上面，佢嘅醫療保險賠咗30萬。佢話如果推行自願醫保嘅話，佢可能會買。只不過承擔我30萬嘅喺呢一個病啦，咁我將會用完噶啦。咁以後我再係因為呢個病而需要做嗰啲治療嘅時候呢，我已經呢一個保險唔可以即係幫到我。咁其實好大嘅趨勢呢，我係應該要買。我哋揾保險界人士幫 Lisa 計過，如果佢參加喺建議中嘅自願醫保，喺過去1年可能會獲得幾多嘅賠償。根據 Lisa 嘅病情，估計手術費可以賠5萬蚊，化療賠20萬。另外以住院10日計，各項嘅雜費大概賠2萬2。埋單佢總共獲得賠償27萬2千，比起依家嘅賠償大約少咗2000幾蚊。相比起市面上嘅醫療保險，一般都唔會承保喺投保之前已經有嘅病症。而喺政府嘅自願醫保計劃當中， Lisa 嘅個案係繼續有得保，不過要得到部分嘅賠償就要等1年。Lisa 就有啲保留。如果喺呢1年裏邊自己有任何嘅問題嘅時候呢，都仍然都要自費去俾錢去檢查啦，或者係醫治咯。所以其實呢，即係可能我1年之後呢，我已經唔再存在喺呢個世界咁樣。咁我就算我係即係買咗呢個保險，對我嚟講已經冇呢個幫助。咁所以即係政府喺呢一方面呢，其實係對我哋呢啲已經有病嘅人呢，其實係唔公平嘅。馬陳亨就認為1年嘅等候期係必須㗎，否則現有嘅病都要保，對保險業界風險太大。個風險係非常之大嘅，咁所以咧喺呢個自願醫保嗰個嘅諮詢文件裏面咧，亦都有一個叫做冷靜期嘅。咁所以咧高危人士咧，佢買保險嘅時候咧，第1年佢冇賠償嘅。但如果你第2年好彩地第2年先入醫院嘅，我都係賠25%。如果你係再好彩啲嘅，第3年先入嘅話咧，我賠50%啫嘛。如果更好彩嗰啲就冇得講啦，第4年我一定會賠晒佢啦。咁但係咧，基本上我都收咗4年嘅保費啊嘛。有病人組織話，計劃雖然接受高危人士參加，不過保費係一般人上限嘅3倍。莫講話基層人士，中產嘅長期病患者都可能負擔唔起。有病你要貴3倍嘅價錢啦。咁喺我哋做過一啲嘅調查裏邊睇到呢，當你病得耐嘅時候呢，你其實已經影響咗你嘅工作能力啊。咁我哋做過一啲調查係超過70%嘅而家喺公立醫院嘅長期病患者呢，係完全係冇嘢做，或者係已經係由full time 轉咗做 part time。自願醫保其中一個目標係希望鼓勵更多市民用私營嘅醫療服務，舒緩公營醫療系統嘅負擔。政府建議私家醫院推出套餐收費。陳先生個女出世嗰陣，太太係住私家醫院，佢贊成私院用套餐式收費，咁樣病人會容易啲預算入院要使幾多錢。差別都好大咯，你1個月同1個禮拜又可能唔同咗㗎啦，嗰啲價錢唔清楚啦，即係好模糊啦。嗰啲收費就你冇一個準則可以對比到咯，冇一個地方可以對比到究竟我俾嘅呢個價錢係咪合理咯？本港部分私家醫院一早已經推出套餐收費，以呢間私家醫院為例，推出嘅套餐多達80幾款。醫院話套餐已經計算手術帶嚟嘅風險，所以價錢相對會提高。我哋呢個套餐就會包埋因為手術引起嘅併發症嘅，以我哋嘅套餐收費嚟計咧，係會貴過
嗰個一個普通病人做相同手術，如全無意外咁樣出院嘅喎。醫院認為推出套餐收費以配合自願醫保係可行，不過有啲病就好難收套餐價。你內科好難話套餐嘅喎，你個外科點樣套餐？你即係譬如話你有個人好緊要嘅肺炎入嚟，咁你年紀大同埋年紀輕，真係嗰個住院嘅情況，所以你好難講。套餐式收費未必對所有消費者都係着數，因為病情每個人都唔同。唔係話唔可行嘅。唯一一樣嘢，如果你當嗰個並發率係好低嘅時間，你又擺咗佢喺度，絕大部分冇並發症嘅人，佢咪要俾多咗錢咯。唔好忘記喎，大家可能諗醫保俾啫嘛，咁但係喺新嘅醫保裏邊，病人自己都要俾錢噶嘛。隨住香港人口高齡化，醫療需求增加，公共醫療系統嘅壓力就越嚟越大。自願醫保計劃究竟係唔係可以吸引更加多人用私營嘅醫療服務呢？無論如何，計劃嘅諮詢期到出年年初結束，最快都要等2014年先至會推出。跟住落嚟係播映《如果月亮有眼睛》，請繼續欣賞。